由1990年開始，一周刊服務第一大獎舉辦至今，喺過去26年，所有得獎機構都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，絕對係人人心目中嘅服務第一。今年大會以窩心服務為主題，希望一眾服務機構可以互相勉勵之餘，更可以為大家打一打氣。首先代表一周刊啦，多謝各位今日嚟到咁支持我哋呢個活動。我前兩日咧亦都特別翻去睇翻喺第一屆嘅服務第一大獎嘅故仔啦。當時係1990年嘅，即係20幾年前啦。咁當時嘅所謂卓越服務係咩呢？原來同人識得笑啊！貨品個客人對個貨品唔滿意有得換呢，咁就已經好卓越㗎啦個服務。所以我覺得呢，香港嘅服務業係喺呢過去20-30年係不斷進步嘅。今年得獎嘅機構當中，有唔少喺過去曾經屢獲殊榮，就好似恒生銀行同埋港鐵咁，已經第20次得獎，實力無可置疑。咁其實呢個肯定呢，就話我哋嘅同事同埋我哋管理層呢一個好大嘅鼓舞。咁我哋恒生銀行一向呢都以我哋嘅客戶為我哋嘅中心點，咁我哋都成日求變嘅嚇，咁我哋呢亦都希望變得呢係更好啦。首先呢，就好高興港鐵公司可以得到服務第一大獎啦，呢個其實係廣大嘅市民對於公司嘅努力嘅認同，同埋亦都係對同事有一個好大嘅鼓舞嘅。咁港鐵公司其實一直都以客為先。我哋係好致力提供一個安全、舒適、可靠嘅鐵路服務俾我哋乘客。近年戲院服務越趨多元化，今年新增設嘅戲院組別，恭喜首次得獎嘅 UA 院線。為嘉許前線服務員工嘅優質服務，大會再度舉辦最佳服務員工獎，參賽員工都要經過2輪考驗，而今年更加出現雙季軍。今次得獎嘅多謝翻公司先啦，咁派我出賽啦。咁另外就最緊要係多謝翻自己上司啦，啲佢哋支持同埋鼓勵咯。咁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喺一掛服務部嗰啲同事啦，咁長期嚟同我並肩作戰啦，咁Piana、明哥佢哋啊咁樣，即係好支持我同埋好多時提點翻我咯。咁喺呢次喺比賽度咧，都係成全翻公司一向嘅顧客服務嘅要求啊，或者係理念啊嘅嘢咯。喺度再次多謝一眾頒獎嘉賓嘅鼎力支持。優質嘅服務當然咧就係顧客為主啦，最緊要就係了解顧客嘅需要啦，令到顧客開心啦，識得要觀察入微啦，知道對方需要啲乜嘢啦。咁亦都我覺得做每一行每一業都好啦，最緊要咧就係敬業啦，同埋咧就係當工作係一個樂趣，咁你就會做得更加開心噶啦。Cheers！ 由心出發，從細微之處多加一分體貼，令顧客感覺更加窩心。今年嘅服務第一大獎告一段落，2016年再見。